做伙來關心天氣，今年的第6號風颱薔薇已經轉變做中度風颱，按說明仔載會上倚近台灣，時到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，在北部、東北部攏會落陣雨。另外，台東往回綠島甲蘭嶼的船幫嘛全部取消，真濟旅客攏提早離開。大包細包掛行李箱啊，旅客拄則坐船轉來台東。雖然儘管是炎天赤日頭，不過海上已經起變化，因為薔薇風颱來了。因為颱風就是所有的下午的船只都停駛了，所以現在就所有人都是早上10點半的船。真濟旅客提早按綠島轉來，風颱外圍環流的影響，台東沿海地區已經出現長影。5月30日中晝過後到6月初一。台東往回綠島的船班全部取消，另外台東後壁往回紅頭樹的船班嘛規日取消。這風颱外圍影響，風力有較大，全部出港，差不多禮拜二啊，叫我都出去作業。漁民嘛堅定出來準備預防風颱。不過30日早起所發生意外，台東東河湧金樽漁港有漁民咧用索啊固定船隻，卻因為徛無在跋落海，加載隨互人救起來。另外，宜蘭南澳出名的景點神秘海沙坡，嘛佇早起發生旅客受困的意外，有25個遊客去南澳海石洞佚佗，向陽拄到漲流，退落海影引起，消防海巡出動協助因脫困。一般的車輛可能到那邊需要可能比較困難，因為海浪太大，那所以就是我們有協調那個義消，那利用那個大型的那個拖拉機。針對神秘海沙坡受困事件，宜蘭縣公路處講會了解行為人的狀況。函請管理機關判定敢有違法，加強管理。不過這幾天去海邊活動要特別注意，因為薔薇風颱已經加強做中度風颱。氣象署講，當咧向日本南方海面移甩，第31日暗到6月初一，相對上倚近台灣，外圍環流的影響，北部、東北部地區會出現局部短暫陣雨。基隆北海岸東半部、恆春半島，這個都是風強浪大的情形，而且會有長浪，可能會有4米以上的浪高。另外，經濟部嘛表示講，已經趕佇大水期進場，完成馬達安溪水尾正平化的光復補化和建工程。另外，水頭倒平化的萬盈引水堤，嘛準備大型的移動式抽水機組台面，工時陣嘛已經完成大規模的水路疏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